老总精进。今天来南宁办事啊，刚刚忙完，然后来拜访一位老朋友，他也是我们大华的啊，在我创业初期的话，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所以今天的话刚刚忙完，顺路过来拜访一下。这里的话是南宁的高新区啊，这个厂区里面，他在我们县城那边有门店也有生意的吧，但是现在做大做强啊，来南宁这边开公司。道观医疗，欢迎您。然后这个老板娘的话是做这个牙齿加工的，这里是他们的加工。来，老总精进，老总精进。看一下他们做好的这个成品，这个陶瓷牙的，很漂亮。这老板娘专业做这个的，做了好多年了，现在越做越大了。冬天也忙啊，你看忙的飞起来，经常熬夜。一般。未來夢就如世界一切，沒有一絲東西可預計。但始終都去找，只因有你在鼓勵，再不必將我的心去關閉。誰叫我這晚竟會跟你相遇，良心